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7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财新网今天刊登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叫上半年土地市场分化加剧，Top 10城市土地出让金占全国一半以上。也就意味着这个排前10的城市卖地收入已经占了全国的一半。那也就是其他的城市卖地收入少得可怜。因为全国的这个大型城市有多少个卖地收入一少，对吧？工资就发不出来，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就出来了。这个财新网说2025年上半年全国重点300城共推出2.1亿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宅地，同比下降20%，其中成交1.7亿平方米，同比下降5.5%。但这些城市共计收金0.86万亿元，同比大涨27.5%。这个是7月4号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字。土地成交量跌价涨，也就是卖的面积少了，卖的土地少，但是卖的钱还多了，就问你服不服？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哪儿出了问题对吧？又是马云的收入多了，完了我们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就涨了。土地成交量跌价跌量跌价涨，根源在于市场分化加剧。在同日召开的数据分析会上，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说上半年Top 10城市宅地出让金占全国比重达到53%，前10名的城市跟另外的290名各城市卖地收入一样。Top 20城市宅地出让占比达68%，也就是前20名的城市卖地收入占全国卖地收入2%，剩下的这个280个城市只占1/3，较2024年末提高17个百分点。就这些数字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现在就是这个除了几个头部城市就一线城市，再加上杭州、成都这些地方，剩下的城市那土地基本上就没什么成交，成交急剧萎缩，地是卖不出去，就这么个趋势但是呢，这个上海对吧？北京杭州它的核心地块那个地不仅能卖得出去，而且价格还在涨，就这么一个逻辑中指研究院数据库里大约有2000多个城市，过去几年中有1000多个城市土地市场几乎没有成交。这个专家说鉴于此，中指研究院选择其中300个城市进行重点跟踪和分析，这些城市几乎都是地级以上城市，业内通常要将其分为1线、2线、3线、4线。1、2线城市是拉动上半年全国宅地出让金正增长的主力。1线城市推出的宅地面积同比增长18%，成交面积同比增长21%，土地出让金同比增长50%。2线城市数据略显逊色，推出宅地面积同比下降5.4%，但成交面积同比上涨18%，土地出让金同比增长44%。3、4线城市土地市场不容乐观，这些城市推出的宅地面积同比下降25%，成交面积同比下降14%，土地出让金同比下降2.7%。当前市场热度主要集中在核心城市，上半年核心城市普遍加快土地供应节奏，共有19个城市宅地出让金超过100亿，其中杭州和北京的宅地出让金超过了1000亿元，分别高达1161亿和10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6%和37%。中指研究院榜单显示，上半年宅地出让金位列 Top 10的城市分别是杭州、北京、上海、成都、南京、西安、天津、厦门、广州和苏州，全部为1、2线城市。在3、4线城市中，仅江苏南通和镇江入围了宅地出让金 Top 20的榜单，分别收金165亿和13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8%和131%。不过，中指研究院称这2个城市的土地市场大多依靠地方国资托底，也就是地方政府把地拿出来，国资就把它买走了，你这不就是自己刷单吗？一个城市的土地市场是否景气，通常取决于房企对该市新房销售前景的预判。专家说受到全国总人口开始下降、城镇化及人均住房面积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房地产行业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增量开发空间仍将保持一定规模。当前房企拿地范围正在向少数城市收缩这就是目前全国这个2025年上半年土地市场一个状况，对吧？也就是主要集中在前10个城市，地还能卖得出去，剩下的290个城市那地这个卖地收入就没法看了。那其他的什么4线城市呢，更没得看。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禁酒为什么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没钱了，对吧？但凡有点钱，也不至于这样我们再看这个彭博社它根据中国财政部
6月20号这个公布的数字啊，彭博社他计算啊，他得出个结论。他说，中国5月份卖地收入同比下降15%，只有1941亿元，已经成了201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也就是10年来啊，这是最低水平。你就知道地方政府有多缺钱。所以我们现在卖地收入确实不太乐观啊。整体上看，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累计同比下跌12%，跌幅比例啊，相较于今年前4个月又扩大0.5个百分点，也就是5月份是加速下跌，与2021年相比，跌幅比例已经是腰斩。最近几年卖地收入下降速度异常加快，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预算重要来源，下滑会直接导致地方可支配财力减少。有的地方啊，财政收入80%来自于卖地，你现在卖地收入没了，你说说他日子还怎么过？尤其是那些依赖土地财政较高的地区，可能面临财政收支平衡压力，甚至影响到债务偿还能力以及财政的可持续性，对吧？最近几年啊，大家也看到很多反映地方财政压力的这种事件。2024年全国罚没收入增长14.8%，这背后的原因啊，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地方财政压力大，卖地收入大幅减少导致的。那卖地收入之所以大幅下降，这个大家也清楚啊，主要是房地产低迷，房子卖不出去，开发商现在都在 ICU 病房躺着的，对吧？你还指望他去拿地？所以通过这个财新网啊，这个全国这几百个城市卖地收入一个情况，还有彭博社的啊，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字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现在是不断的强调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但是所谓的什么回稳呢，更多都是结构性的，并且分化严重。从卖地这个情况就能反映出啊，楼市是什么个现状。如果说楼市稳住了，楼市比较火热，这像那个很多房吹啊，卖房的中介说的那样，那他地不至于卖成这么惨。所以啊，楼市要稳住啊，还是任重道远呐，没那么容易啊。所以这个路边社消息又来了啊，小作文说住建部已经开完内部会议，这个已经准备了好几个大招啊，随时推出，最迟是7月底。哪几个大招呢？第一个大招全面取消限购，第二个取消增值税，第三个2套房首付也全面放开15%的比例。这个传言啊，不知道真假，有的时候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了。但问题是，即便传言成真啊，什么全面取消限购、取消增值税、2套首付15%比例，就这些能阻止楼市下滑吗？这想多了啊，对吧？这很有可能啊，能管1个月，1个月以后就加速下滑。长了2个月，对吧？去年9月份的这个救市大招一出来，实际上也就管了3个月啊，到了今年2月份也就不行了。我们再看啊，这个香港的这个楼市啊，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啊，说香港铺王也是爆雷了，800亿资产被儿子败光。人称波叔的香港铺王郑成波啊，就是离世将近3年，如今接手家族产业的是他生前最疼爱的小儿子啊，叫邓义生呐。这个小儿子不满足家族业务以收租金为主，一心想要做多元化发展，所以在2019年之前大肆发展酒店以及老人院业务，一口气收购了多个酒店以及养老院。但人算不如天算，后来因为疫情原因，冲击最大的就是酒店服务业，由于没有房客就没有收入，根本就无从去填补收购酒店时的借贷，而利滚利之后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也只能变卖老爷子名下的产业去还贷。直到如今，这个举动仍然没有结束。3年间，邓义生啊已经变卖了邓成波名下超过90个物业，累计套现高达240亿港元。他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就是香港的这个铺王啊，邓成波现在也面临暴雷，就跟那个万达的王老板一样，卖自己的物业去还债。他主要原因什么呢？主要原因就是这个他的儿子叫邓耀生，就是在不该加杠杆的时候加了杠杆，加杠杆收购酒店，加杠杆收购养老院。而等到这个，对吧？这个实体经济啊，也香港的那个现在这个那店铺啊，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紧俏了，经常空置，租不出去，也就店铺这个收入也在下降，租金收入啊在下降。
然后又赶上这个疫情啊，对吧？你这个酒店的收入是在烧钱的，这样就加剧了现金流的压力。为了还债，因为他收购酒店是用杠杆，对吧？这银行贷款，那为了还债呢，他只能把他的这个手上的物业给卖掉。这个在咱们结合这个香港新世界发展，是不是也据说要爆雷嘛？也是几百亿还不上，实际上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啊，反映出香港的经济啊也是要打个问号啊。俗话说啊，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就怕富二代踌躇满志。只要你负债啊，你实际上就把雷背上了。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它会助力你发展，就是加杠杆啊。等到经济不好的时候，你也是加速爆雷，成也杠杆，败也杠杆，赌错了方向，你一上杠杆就死得快。今天啊，这个经济学家马冠元发表文章指出啊，说消费是经济大循环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他说啊，如果大家不消费，中国确实成不了富裕国家。最近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他好像看了一篇文章，有一个这个专家说啊，说中国如果不能成为一个消费大国，那么中国是成不了一个富裕国家。大概这意思啊，那个文章也比较短。那么我看马冠元好像大概也是就这个观点啊发表了自己看法。他说啊，中国如果大家不消费啊，确实成不了富裕国家。他说啊，这个消费既是生产的目的，也是经济循环的终点。完成消费以后啊，经济大循环才能完成。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消费是关键，消费很重要。为什么消费很重要？很简单，你不消费就没人生产。比如说一个饭馆，你不去吃饭，饭馆就倒了。但是如果你每天出去吃饭，一个饭馆不够，大家发现一个饭馆很赚钱，又开了一个，这是不是投资？用什么高深理论去讲？只有投资才能拉动经济。我在想啊，他说中国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消费，怎么可能有高质量的增长？你的消费不是高质量，生产能高质量吗？这都是基本常识。所以我非常同意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讲的话，说中国如果没有消费是成不了富裕国家的。所以我们从制造中国转向消费中国，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一环。道理都懂啊，这都是正确的废话呀。那问题是你怎么让韭菜消费啊？韭菜也没钱，你要韭菜消费，你现在把分配做好，对吧？大量的财富集中到大头那儿，关键是集中到大头那儿，它又浪费又贪污，效率又低，养了一群懒汉，对吧？养了一群像加州老师这样的，修了多少，对吧？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桥，宏伟工程，最后这个桥还倒了，塌了，对吧？你修了多少什么市民广场、仿生椰子树，对吧？你修了多少这个天价什么松树啊？对，你这些问题不解决，你老说让大家消费，或者说政府刺激大家消费，给大家发消费券都没用啊。还有一个啊，我们都学过这个工业革命，对吧？鸦片战争，我们现在知道鸦片战争的起源是什么？是到底为什么，对吧？这个帝国主义啊，他非要用这个坚船利炮，要敲开大清还有日本呐这些国家啊，印度，对吧？这个大门，为什么呢？这专家应该再回头想一想，就是什么事情不要过了，因为你提倡过了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一个国家靠消费就能富起来吗？一个国家靠消费能发展起来吗？这显然是错的啊。那你说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为什么他们这个英国，对吧？你那个国家你自己消费不就完了吗？你们生产东西你自己消费啊，你非要把这个印度，对吧？把中国大门敲开干啥？我喜欢吃龙虾，对吧？我喜欢吃鲍鱼，中国没有，对吧？我要吃澳大利亚的，我要喝法国的红酒，对吧？我要吃乌克兰的这个什么葵花油，那这些东西他能白给你吗？这些东西你说你消费能把它弄过来吗？也就是支撑我们美好生活，对吧？支撑我们消费，我们还需要大量的物资啊，这些东西你国内没有，对吧？我们要吃牛肉，如果说啊我们不进口牛肉的话，那我们牛肉根本你就吃不起，没牛肉吃，所以你从巴西从阿根廷进口牛肉啊，对吧？就是以猪肉为例吧，我们很多人认为猪肉，那我们有啊，养猪天天那猪养的太多了吧，现代化的养猪啊，养猪场那猪都住在楼房里面，高楼大厦呀，养猪生产线啊，现代化的啊，但问题是你以为我们自己养的猪够我们吃吗？不够的啊，为什么呢？这至少饲料是不够的，就是我们的猪饲料是必须要进口，那你进口猪饲料拿什么进口呢？拿人民币啊，对吧？你还得拿东西跟人交换，那我们拿什么跟人交换呢？所以说他这个经济学家说法没错，这叫正确的废话，就是消费必须要起来，但是光消费起来也没用啊，对吧？我们关起门来自己在大吃大喝的，很快就会坐吃山空没了。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只能允许一小部分人大吃大喝，其他的人呢你就忍着吧，其他人也不敢吃喝，又没钱呢，对未来预期不好，对吧？总觉得要失业，
按揭贷款要还，所以有点钱赶紧存银行。我们再看看这个一个专门从事公务员考试培训的一个机构叫华图，他给了一个数啊，他说去年12月有259万人报考国家公务员，争夺这个计划招录的3.97万个职位啊，那这相当于80个人考一个吧，259万考3.97万个职位，报考人数同比增长15%，就是去年12月啊。那么这个华图他说今年大约有530万人报名参加23个省的省级考试，争夺16.6万个空缺职位，也就是今年考公的人数很轻松的就翻了1倍。什么概念？就考公的人数是就这么翻倍的增长，那就说明这个就业难说明大家对吧？说明这个就是除了这公务员体系里面相对稳定那公务员之外呢就没法待要不然这么多人去考公务员干啥？这都说明这个经济形势不好。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过气网红城市。不允许狗坐电梯，无论你家住几楼你住32楼、住52楼，你都不允许带狗坐电梯不允许狗坐公交车，不允许狗去商场这都无可厚非。你居然不允许狗坐电梯！国内最严的养狗最严的城市，你们知道是哪儿吗？杭州。我一直觉得杭州是一个很洋气、很先进的一个城市，多么美好的杭州居然让养狗人听闻窒息大型犬基本上你就别出门了，小型犬那个晚上就可以遛杭州大家先看视频，这个女 UP 主听着口音像是河北唐山那一带的，不知道她说的真假，我也不知道这个杭州是不是有这个规定杭州限狗令，在那个电梯口那儿贴一个狗，对吧？不得入内，就是狗不能坐电梯。首先我对养狗这个，或者这么说吧，我对规范养狗我是不反对的。比如说你遛狗的时候，你得用，对吧？要把狗拴住有狗绳子，对不对？或者是那个市区不让养那个大型犬等等，就是说你只要规范养犬，我是支持的，我并不反对但是确实现在很多养狗的人特别让人讨厌。他觉得自己家狗好可爱自己家狗是儿子是女儿，那我们家狗怎么会咬人呢？他就遛狗的时候，他就不牵那个狗绳子，然后那狗就随地大小便，然后那狗就随便追小孩，有的小孩他就害怕狗，那狗一追呢，不知道那狗是咬小孩还是说是跟小孩玩，总之人家小孩害怕，但是这狗主人在那儿无所谓，觉得这个狗就是闹着玩，就没有把人和狗进行区分，就是他喜欢狗，他把狗当儿子，他认为别人也理所当然把他的狗当人，所以我倒是觉得杭州这个限狗令这恰恰是恰如其分，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狭小的空间里面，对吧？你就是牵狗绳都不行。你要喜欢养狗，你就带狗爬楼梯吧，对吧？就像那个公交车，你不能把狗牵上公交车吧？坐飞机，你也不能把狗带上飞机，高铁也不行所以电梯里面不让狗进去没毛病，我是支持主要是这些养狗的人狗主人的素质太差，连累的狗那没办法。这个对吧？还有人在这个市区养那种大型犬，有的还养那个猎犬，你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对吧？任何这个城市它是首先它是保障人的权利、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现在城里面大家都住那种楼房，对吧？一层2梯4户或者之类的都有楼道。有的人养狗他就不自觉，他自己也不带狗下去遛弯，把那狗放在这个楼道里面乱跑，然后那狗就在楼道里面到处撒尿，然后这个一到夏天那个味儿就特别难闻。也不知道这些人他为什么要养狗，对吧？你说你要农村里面你养狗，反正你们家院子，对吧？你爱怎么整怎么整。所以说你作为一个刚需韭菜，对吧？你好不容易买套房，结果你要碰上这样的邻居，那也是倒了8辈子霉所以说杭州这个禁狗令我觉得没什么毛病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